哎，静，你可以进来啊。然后宣梅她妈妈呢？她不敢进来，她刚才没有看到啊。好像往餐厅那边走过去。她现在很稳定，这是最近的距离，再靠近她就会跳。啊，她现在习惯了就很稳定。我跟学妹说你叫你妈妈，你妈妈没看到，学妹说不要。他妈妈说不要。很近啊，要来看，因为她现在很稳定。你不用转来转去，你直接走进来就好，这边很脏，很好走。你就到地上走进来就好。你到我这边就会看到，很近，很高兴。对，6块2啊。